歷史上總有一些事物會徹底改變一切，他們並非生來循規蹈矩，而是要改寫規則。長久以來，我們一直認為能量必須消耗才能創造，它需要燃燒、破壞、污染，但革命並非自上而下，它源自於那些決心改變方向的人們的勇氣。一種不燃燒、不消耗、不污染的技術即將到來，一種自給自足的能源。一顆心，千種可能。從大地到天空，從海洋到城市，它的名字是 MPM。未來的能源，連結我們的力量，致以敬意與信任。喬治·澤馬尼，機械推進馬達 MPM 發明者及推廣者。